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陈明珍。俺家所在地方呢，喺到台中市嘅南屯区哦，我去嘅两个地方呢，係黎明橋嘅河巴博哦。那河巴博嘅旁順呢，係呢推省政府時推呢，清明一隻戲嘅種嘅省政府嘅員工宿舍黎明新村哦。所以旁順呢，係186公頃，講做台灣最大嘅哦，種嘅台中市嘅次攀嘅屍體重劃區哦。那屍體重劃區呢，跳到呢個黎明橋旁順，一次跳下去哦。有186公頃安泰啦哈，但是呢，佢經過了總係呢黎明社區後背節嘅時間，有一條南片橋哦。那南片橋呢，原菜係位在呢所謂嘅屍體重劃區地背度哦。但是呢，佢係條順順嘅細河橋，但是開發嘅單位呢，沙拉啦南片橋呢，變做係條有3隻90度嘅七角轉彎一條。河壩哈，啊！你黎明新村的民眾先想講，那順順嘅河壩唔行，改做有3隻90度轉彎嘅河壩法，按用去唔係飲水嘛？韓國嘅，那種改變呢，你南片橋嘅河壩嘅流嘅方向以後呢，是設到你黎明新村嘅公有地咯，按用現今係合法嘅。另外，呢個黎明新村嘅村民人咪講，其實咧黎明橋啊，係呢個隻台中市哦，非常好嘅清水嘅環境，係做環境教育、做永續發展嘅地方。地方上民眾都希望佢哋保留下來。到底呢做這正義，韓國按未來嘅發展，大家想法一樣擺起呢？等下行到呢個發通中心面頭前，請市政府嘅代表韓國呢地方上民眾共同來討論，一齊來關心。開會了！到呢個黎明社區發通中心嘅面頭前嘅大樹下，再看到呢個黎明社區後頭擺喺省政府嘅辦公地方，邊一種係員工嘅宿舍哈，所以規劃都非常非常的好。看蠻耐看過一朵強溜溜嘅哈，這樹都長得很漂亮啊。那鄉親也做得很滿滿的啊，都來關心我們社區的發展議題。先跟大家問個好，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大家好哈。那這個黎明社區呢，已經走過40年了哈。那目前呢，面臨一個很大的一個新的一個挑戰啊。那這個問題呢，可能這個解決之道在哪裡呢？可能是這社區跟這個相關的這政府單位來共同解決商討一下的啊。那今天呢，我們就一併來討論。馬上為您介紹現場的來賓。第一個呢，是台中市政府地政局的重劃科唐仁球唐科長，科長好。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天一來賓係呢國立暨南大學土木工廠行內嘅助理教授羅慶瑞羅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黎明的里民跟朋友大家好。好，羅教授是我們黎明社區的這個住民哈。好，他對我們這個黎明社區有很深的感情。也許等一下還告訴我們說，他對黎明社區的發展有什麼樣的想象啊？那第3位是我們台中市的社區規劃師江慶洲，江先生你好。黎明鄉親、觀眾朋友大家好。我們說這個台中市這個黎明社區是在台中市的南屯區哦。那它過去呢是省府的這個辦公的這個地方，以及這個員工宿舍哦，所以它規劃的非常的完整哦。到底這個黎明社區有多漂亮呢？多適合這個宜居哦，適合大家來居住呢？我想請藤登新聞記者江頭去了解一下。台中市南屯區黎明社區嘅居民。大家此時討黎明橋南片支線那片討論，半年外前重劃期嘅施工計票就已經飄死到呢個期月。問題係將水橋改圖路線由幾啊則係90度嘅轉彎，影響嘅係居民大家安全。這條高離我搬進前就有啊，我們住在這邊40年，沒有淹過水。你要改道是不是能夠保證淹吼冇問題就對啦吼。除了水橋路線引發爭議，更加本黎明社區居民無了解嘅係，陽光另外嘅黎明橋南片支線已經劃到重劃期嘅範圍之內，呢下愛同路線變到非重劃期嘅黎明新村地帶，法律無合乎，又會佔用社區地帶嘅公有土地。我們這邊他要改道以後，據說啦，他們那邊的開發公司要把這邊全部鏟掉，把這個環境整個破壞掉。外面是新開發的豪宅區，我們這邊是黎明社區，是傳統的社區，這個之間會產生衝突。
你整个移过来以后，这个缓冲区就无去啊。里面抗议界拍布条，hand讨需求上报的表达等诉求。了解儿童本来1.5米宽界排水沟，改土变作训电面膜项，同时转弯90度，和缩减变作0.9米宽界计划。77个路唔项，为改造弯界工厂，引发争议之外，从化区嘅工厂延伸到非从化区，只为到土地更加完整嘅做法，也系居民坚持反对嘅所在。好，新闻影片你们看到，其实这黎明社区真的还蛮漂亮。虽然有一些新闻点的探讨，所以也就是因为我们的新闻社区，这黎明社区这么样漂亮，所以引得我们这个第二这个所谓这个自办市政重划区的第2单元的部分哦，就紧邻着我们黎明社区要来新办哦。原本呢，这边是葫芦墩圳这样水这样流过来，这边是黎明沟。那目前这边我们看到的是黎明自办湿地重划这个单元2呢，以前呢这一大片呢都是稻田，所以呢这个黎明沟是个灌溉用的一个沟渠了哈。那这边有南侧支线啊，这边也是农田水利会的南侧支线，这边灌溉沟渠。那现在就是等于说它的重划区呢，原本是在这个地方的，但是它要把这个南侧支线划进来啊。这变成说就吃了我们的黎明社区公有地的这个豆腐了啊。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图哦，就是说这边呢是我们黎明新村的所在地，那这边呢就是黎明自办湿地重划单元2的这个部分哦。那这个整个区域呢有这个186公顷，说成是台湾目前最大的自办的市地重划区哦，这听起来大家听到台湾最大，好像就觉得与有荣焉哈。你看这在我们台中市哦，可是为什么黎明社区的乡亲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应呢？我们从这边就是可以很清楚看到，刚刚第1张图里面这个蓝色这个水的部分呢，就是黎明沟的南侧支流，这是属于农田水利会所有的。那重划区的界限呢，是在这边比较细的一条红色这个部分。那现在呢，重划区那边自办重划会呢，他要把这个重划的线呢拉到我们黎明新村来。我们刚才镜头上面看到那个在巷子里面这样子绕来绕去这部分。那换句话说，绕来绕去之后呢，这边就会是一块完整的建地，这边也会是一块完整的建地，这边也是一块完整的建地。我就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里长，就是说，你们目前对于这样的状况，社区居民最大的争执点、不满意的地方是在哪里？可以告诉我们吗？黎明新村的那个地段是黎明段，那重划范围是新生段哈，那所以这2个地段是相当清楚的啊，没有什么任何争议的而且这条黎明南面侧沟，黎明沟的南面侧沟是在重划的范围里面，那现在要整个把它移到黎明新村的巷道里沿着巷道来走这个我是对这个相当存疑了哈，这样的做法是否合法？因为黎明段不在它的重划范围里面他把整个南面侧沟都移到黎明段里面来施作这是否一个合法的一个就是说，他可不可以把它重划区划到它的原来重划区范围之外就对了，划到我们黎明社区来了。是的。虽然是公有地，但是呢，可以这样吃公有地豆腐吗？好，我们来问一下唐科长好了啊，就说可以这样吃我们这个黎明社区公有地的豆腐吗？所谓的黎明沟支线它其实早年只是在做，我们现在还没重划之前都是农田，它有灌溉的需求。是。那因为已经整体开发之后呢，其实都变为建地了那在下游端其实是没有这个灌溉的一个需求了。那可能衍生过来是变成我们黎明社区的一些排水，跟将来这个雨水的下雨的时候的排水的功能了所以是不是这样的规划是不是适宜其实也是经过地方很多次的陈情跟提供相对的意见那也提供给这个重划会来做一个规划那当然，这个试色专业了试色专业这个方案呢也没有最终的定案。我跟各位乡亲报告，目前还没有最终定案，是没有错因为部分的土地呢，刚刚我们里长有谈到，是我们黎明社区里面的，那
当然也有乡亲刚刚有谈到，是说啊，这早年是可能共同大家黎明社区人出资来买的哈。那我想以我们现在的公务人员来看哈，我们依法行政是从登记簿誊本上面来看，上面是谁的权属，我想我们只能就这个去探究了。如果说社区居民有这样的需求，我想要另起一个途径来把你们权益去维护住哈。那至少在目前我们要解决这个黎明沟支线水沟的问题。所以科长，您的意思是说，只要我们黎明社区的居民可以提出这个地震的这个资料来佐证说，好，现在呢原本这个红线，譬如说原本是红线在这边嘛，你看这边就一小块的基林地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黎明社区的这些公有地，是大家好像当年在黎明社区买房子的时候买的公共设施，只是我们在大楼里面买的公共设施可能是地下停车场啊，可能是平面的这停车位，可能是这电梯大楼，但是我们黎明社区买的公共设施可能是公园绿地啊，只要他们能够证明说这些东西是他们所买的，就可以有其他途径另起炉灶另案处理吗？我想。社区有，就我了解，社区在民国80几年、90几年都有针对这个议题有争取过了。好，如果说在法令允许，我想当时也都会解决了。是。好，那也不能因为说这样不解决，然后影响后面的一个相关的排水。今天纵使，刚刚图面上有看到，今天纵使重划会不来整理这个水沟，这个水沟将来也有这个所谓的改建或者说重新新建的一个必要。请科长明确的跟我们表达说这样子的做法是合法的吗？我们一直存疑这样子的，因为问题存在的啊。可是，刚刚科长解释了很多，但是那个重点好像是没有说到了哈。是可不可以让明确的跟我们讲，这样子的做法是合法的吗？好，那 yes or no 合法吗？好，这个我就先单就不以这个专业立场，在座有土木的教授我先不专就那个技术层面立场来看的那以这个单纯的土地权属来看，如果在公有土地上，它要施作水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想，我们先请这个江庆洲社区规划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目前看起来在这边是有一个僵持点。好，那黎明社区认为说，这边是我们社区的公有地，是当时大家所用钱来买的公共设施，虽然是公有地，但是是我们社区的公有地，不可以让这些自办市地重划这边的重划会呢，划到我们这边来了，而且我们这边的40年都不淹水，虽然是相对比较低洼，但是不淹水，就是因为有整体我们黎明社区有很好的地下排水这些设施是40年前就已经做好这么好的规划，现在让这个水可以走成直角的90度，好，那只是为了这样可以一块一块方正的出售建地，可以这样无限上纲开发者的利益吗？我们应该回到问题的源头啊。其实刚才唐科长解释了，其实，在科长在地政的专业上，我认为在严重违反市地重划的精神了。因为市地重划有它该有的权利、义务跟成本的架构的考量。这部分呢，其实通常我们在市地重划都会有所谓的计划区啊。南侧黎明沟南侧这个已经衍生到所谓的计划区以外，涉及到整个成本的问题。然后，如果以更专业的立场来看我们严重公民团体一直在质疑的是，第2单元从头到尾都没有做所谓的区域排水计划书，这个它所谓的开发径流的一个探讨。这部分其实唐市政府包含地政局、水利局，目前为止在这个专业上并没有去探讨。所以南侧沟它的改建，其实牵涉到的源头是我们市地重划从来没有去探讨它的计划周遭所谓跟邻里的那个界面的问题，这个是最严重的问题啊。它只是圈起来在计划区里面做自己的。它没有牵涉像这个水郡，还牵涉到整个过去农业时代是灌溉用，可是它忽略到该有的那个文化层面还有生态层面，这部分我们认为是比较可惜的。好，我们江先生讲的意思是说，其实以人为美了，所以你在做这个市地重划的时候，不能只在你自己这里面关起门来自己做，你旁边是什么？是黎明新村啊。一个已经来了已经存在40年的，已经很有规模的一个社区了。你怎么可以只做你们自己规划，而以邻为壑，
而不是以人为美。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很多乡亲觉得非常迟疑的部分哦。那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社区里面的居民是不是觉得说，对于这个水啊，不是顺顺的走，要走这90度的直角？对于这个部分的水利规划，这样的一个水郡的区域排水的这样的设计，有意见请举手。好，这位大哥。你既然水沟你造好，没有过，原来我们土地是在我们规划里面，你这个水沟应该照我们界限来做，我们该有的土地，我们村民、我们里面社区该有的土地，照我们那个来做嘛。你为什么在萎缩来呢？萎缩更可恶，你看几个转弯都是90度的转弯了，水碰到转弯多严重啊，是不是这样呢？这个简直是截取其弯嘛，配合这个财团嘛，是不是这样？我在这里是原住民40年。这条水沟原本是1.5米宽，1米深。你现在把它改成这样，变成0.9米，还跨在两边的哦。两边的水多少啊？它在地上，还不这样，还沿着我们社区转弯，这还得了啊？好，所以大哥，你说你看不懂这样的设计，到底它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个很好的防洪的部分？哈，我们问一下我们这个专业的罗教授好了。这个通洪断面呢，很明显的从150公分变成90公分。那原本的水路呢是一个比较平缓的这样直线这样的，现在变成90度的直角，还有1个、2个、3个要转弯的地方。就您水利土木方面的工程的专业，告诉我们这样的设计，它其实它的这个是安全的吗？是没有问题的吗？第一个问题，纵然我们谈都市计划。都市计划里面，如果跟水利的方面有冲突的时候，水利法绝对是特别法，优先特别法一定要先考量。你想看卖，一个都市内底水人拢无法度去，我请问你做水的饮水时水变哪办？所以水是一个需要特别去解决的问题。再来，水要走得顺畅，一定要顺水之性。我们很简单，我们人如果常常在走这样转弯的路，你走到最后一定会很不舒服，更何况是水。我们人呢常常走一条路这样弯来弯去，也许会习惯，但是水不会习惯，因为每次来的水都是一批新的客人，不是像我们住户，我们住在这边可以走习惯算了就不管它。但是水不可能会这样，对不对？每次的水都是新的一个来源，那水会转90度呢，那就很特别，很奇怪。你是用走路来去碰到壁，碰到头晕目暗，我想讲你可能嘛无爱行这种路啦。水也是一样啦。再来就是那个宽度150变成90，对，这个就很大的问题。这个原因就是你没有做规划，没有去算看看这个水量到底是多大，一定要好好的去算。再来，原来的水路在那边，多少年的洪水对，一个重现期到底是10年、20年、25年，要去算出来。那再来就是这一条排水，我们说早期是灌溉，但是很早以前的水路灌排是合在一起的，它不会分开。纵然它现在灌区没有了，并不代表它没有排洪的功能哦。所以像这一些，为什么原来的水路会跑在那边？水跟土有很亲密的关系。水呢会去行伊惯势行的所在，当然像人你会去行你惯势要行的所在，你较捌路嘛，对不对？要解决水转弯是有几种工程的方法。是，比方讲说可以做一个叠水工，做一个阴井，然后水让它跌下去，在那边架起来，再稳起来，再个背，那水的这个力量就会变小了。可是关键就那个进水啦、沉水啦这一些设施。规模可能就要做得稍微大一点，所以90公分的这小真的是太小了哈，基本上来说是太小哈，因为原来就150公分，所以我说你要嘛就仔细的规划，仔细的分析，不要说我就哈你就90公分，我就给做90公分，我遐假设2米，你敢陪我做2米？话又说回来，对不对？就像刚刚这块土地你那边可以化零为整，那我们黎明社区是不是可以把它划过去？我们也来化零为整啊。这样是不是可以相对性的？刚刚唐科长那边说，希望是两边都是和平相处。一条水从中间泼出去，那边是都会型的，这边是乡村型，多棒！我想请问一下科长，虽然这不是你们地震局的这业务，但是可以了解一下吗？你有没有在公文书上面看到他们在这边的水的环境的这个管理上面，这边是多少年的这个洪水频率？印象中所谓的防洪排水频率应该在都市计划里面就有规范它的。所谓水沟的大小，那这一区，那确实如刚刚教授所讲的，跟江这个规划师所讲的，是。那
这一区印象中是没有排水计划，因为早先的法令是不用排水计划，所以我们也只能依法行政，你不能附加没有的这相关规定给当时。所谓早先的没有，是指说这块都市计划是在民国75年定，那个时候民国75年是没有区域排水计划，所以我们现在到了104年，整个水文、气候条件都改变，我们还是要照75年那时候规划，不需要进步吗？75年是都市计划，对，那是在开办当时以示开办当时的法令行为而言。是。那这一区97年、96年从化计划书来做核定、送审，当时还没有所谓的排水计划的一个规定。是。好，那当然我们也不能随便附加，请人家做怎样的一个计划，这个规定以外的一个计划执行啊。是。可是将来如果这边没有处理好的话，这一淹水，不要说黎明新村淹水，自办从化区里面自己也淹水啊，这到最后不是台中市政府要出面来善后吗？怎么可以没有去要求他，或没有注意到呢？阿周。以我长期在看南屯这个地区啊，其实它的滞洪池，刚才罗教授有提到，你没有一个专业的去规划这边整个开发的径流，你那个滞洪池能够吸纳的径流大概多少？其实这个是指引，我相信水利局很专业。我提到这个他们就应该知道说，整个180几公顷的整个径流大概是多少？那个从我们依法下水道的那个径流该有多少的尺寸规格都有，都市计划法里面其实都有规范这个，所以我刚才讲的最基本的水理计划书早就要做了，甚至于我们如果依照水利法、排水管理办法，也要做更详细的区域排水计划书。是。好，那这位大哥，我不知道说您对于这个将来你们会不会淹水，一般乡亲的这个部分我再补充一件哦。你说我们政府不能要求从化会来什么要求人家做什么水沟，那好嘛，我们委托到自己用我们自己的土地嘛，你把我们做一米半的水沟嘛，为什么你偏偏要委收成纯转蛋摸角呢？这些土地你要将来干什么呢？是不是要配合财团呢？所以就是说，还是按照原来这小这条红线的啊。对嘛，你这沿路沿的土地你这么做嘛，该是你们市地从化区的。对，我们黎明社区也就没有意见。对，但是你要吃到我们黎明社区公有地的豆腐的时候，就必须要让我们居民实质参与决策，甚至参与意见，而不是你们对于这个部分有参与到意见吗？有表达过你们意见吗？没有啊，就是没有啊，今天才会抗争啊，就是没有才会产生抗争啊。好，问题症结点就来了。如果说这边的这些土地呢，是黎明社区当时候的住户他花钱买的公共设施，只是我们住大楼买的公共设施是电梯、是地下停车场，他买的公共设施是这样的巷道、是公园、是绿地，那这个公有地恐怕是黎明社区的公有地，而不是这个市地重划。这自办委员会，他想划进去就划进去，属于台中市市政府的公有地。那我不知道说对于这个部分，还有没有乡亲有意见要补充的？刚才讲到的那个蓄洪池的部分啊，蓄洪池呢，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的观念都会知道，连就是水利专家也知道说，蓄洪池它应该是在上游段或中游的地方嘛。可是我们的这边的蓄洪池，它偏偏是盖在下游段最下游的地方。那再来一点，洪水是要让在上游稍微让它稍微滞洪一下，让下游的水有办法排到大海里面去，对，再慢慢流下来。是。那南侧沟，如果说目前我们如果去看过蓄洪池的话，它现在的蓄洪，它走的水沟量是从南侧沟拉下去的。好，那一旦南侧沟消失的时候，有没有蓄洪池等同虚设？你浪费公努在那里做了一个蓄洪池，但是它是没有效的一个蓄洪池。都本来说原本他们在下面这边做的蓄洪池呢，它要疏解的洪水，是要滞洪的这洪水是来自于南侧沟。现在南侧沟如果不存在的话，那蓄洪池等于是虚设，就对，它没有任何水路是流到蓄洪池里面进去的。那请问一下，这边的水你要多少的？如果它那个蓄洪池有公用的时候，必须黎明社区全部淹水，所以赶到那边，那我相信它还是不能泄洪。所以这个本来就是一连串的错。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这样子。谢谢。那科长，您刚刚讲过说，其实这个都还没有定案嘛，哈。那有没有可能，譬如说，因为现在是新的这个
施政团队上任，那针对这些有疑义的、有疑虑的这些案子，会有重新检讨的机会。这个机会存在吗？它的几率大概是多少？跟我们详细说一。我想没有定案的东西要解决的，它就必须要转换的一个机会啦。那当然契机是一定要有的，而且这个问题也是要解决。至于要怎么解决，我想这个要透过很多机制，包括它的司法性，那包括专业的这个技术性的问题，都要来一一的克服跟解决。好，那居民的意见会不会被纳进去呢？还是说又当然跳过他们，一直到在社区里面划线，才知道说哈，原来我们社区被划到重划区里面去了。没有，像里长意见，我们一直都是很重视啊。是。好。那其实这个黎明社区呢，它的住户大部分以前都是省政府的公务人员。你说要比依法行政，你说要跑公文流程，你说要讲行政程序。他们难道不知道吗？他们是一辈子的公务员，他已经退休住在这里，甚至有些现在还在省府机关里面工作，都是依法行政啊。好，接下来呢，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讨论的是这个黎明社区呢，这条我们看到是这开盖的400公尺的黎明沟没有被封起来。我们黎明社区呢，非常疼爱这条黎明沟，这条黎明沟以及跟社区的经营之间呢，也有一些想法。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以后继续来讨论。村民 TV 节目现场今日来到台中市南屯区的黎明社区，主题来介绍了亲民意加上实力的省政府的种公有的新村以外呢，同时带大家来了解咱目前黎明社区是唯采所谓叫做台中市咱目前工作全团最大的次班尸体重发期的旁顺产生一定争议的问题但是你讲黎明社区呢，佢头摆呢係三错农场当时省政府为了防骗那个省政府判官人员所以买下所谓三错农场来起种所谓黎明社区嘅地方也三错农场头摆呢係你台中地区清重要的叫做港中的地方所以以设咧水呢係葫芦墩圳呢係你台中平原地区非常重要一条水圳所以有加历史2年头为来年但是你像按这样的地方呢，先听新闻记者讲头去了解下，继续来讨论你黎明社区对黎明桥这个相关的问题。不卡体验嘅蓝花节係黃少南退休了後嘅生活重點。當然，佢都會好好照顧那條蘭花，唔係淋水就會少見健鋪。退了休没有事情做嘛，找一点工作来做，才不会老化所以说我开始种，但是我种兰花的目的是乐趣而已了但是我那时候是外行的，我还去买那个相关书籍来做参考，然后自己摸索，已经摸索18年了。85歲嘅黃少南退休已經18年。從研討省政府做車輛員，了後也帶去到各地做事。1975年，黎明新村完工了後，佢拿到大家資格，就喺那邊生活將近40年。政府規定，省政府機關通通要疏散到台中來，原因是這樣。所以當初有抽中這個地方。對。黎明新村係台灣省政府設為成立嘅國有新村。甲當時氣候完工了後，作為省政府員工大家所採同辦公區，社區總面積有40餘公頃，區別地板、太街路、細巷設計嘅大環境，公共設施也攏一齊全。他當時的計劃把這個黎明新村計劃得很不錯。為什麼？這個路也好，還是說那個公共設施也好。都有想到这个很遠，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比较安静的地方，绿地啦、公园啦，也不少。这里的子弟大家都能读到大学以上，甚至也有好多那个硕士、博士很多。
这个地方很不错了。点整个社区图精神疗后，也无做太大个改变。居民和的时代带头自家无卡，同时时代自由买卖无下。本来个省政府办公室综合升级变做中央单位，部分中央单位个办公室也驶到社区地板，服务总部地区。生活机能、两违法环境，还是相当于形成当上个大个空间。好，看到你黎明社区的相关的新闻介绍，我来看下详细资料哈。再看到，你黎明新村呢，伫迄民国64年的时间来完工的，这样是当做迄你省政府的员工的宿舍并且办公的地方哈。当时候，我们知道台中还有另外一个省政府办公区域，就是在雾峰那边嘛哈，那是中心新村，这边是黎明新村哈。那时候在这边办公，最主要是什么？水利局、地震处还有环保处，所以今天讲水利、讲地震，恐怕很多在场黎明社区的住民，你的爸爸，甚或你自己，你就是水利、环保、地震出身的。那我就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罗老师，你本身就是这个黎明社区的这个居民哦。听说这个社区当年在40年前在规划新建的时候，就已经把整个的区域排水。水的治理已经做得非常的完善完备，使得我们这黎明社区40年来虽然是位处低洼的地区，可是从来不淹水。您的水利工程告诉我们，40年前的先进做法，到目前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如果说40年前我们说他已经把治水的计划做得很好，那经过40年以后，第一个问题要去想，原来的治水的规模够不够？因为早期是这边。大概开发都不是那么多，那现在因为我们开发多了以后，地表的特性都改变了。对，原本对面都是农田，都是透水的面积。它还有可以蓄水，可以透水。可是现在做了很多建设以后，都是不透水。不透水之后，水量排到水沟、排到排水系统，水量一定会增加。那以前的1.5米都不够，你把它变成90，我想大家心里面就有数，它会不会淹水？以前40年不会淹水，可是你变小了。那一定会淹水，所以刚刚唐科长特别提到说，依法行政，我也蛮赞成这句话。可是法一定有修改，法每次更迭当中会随着时代背景的改变，会做一些更替。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人居住的环境里面，最不希望因为水而造成灾害。所以水的治理，基本上在人的生活机能里面，是第一个要去面对的问题。那我们这个开盖的黎明沟呢，事实上我们接的水量，就像马小姐就特别清楚，有时候那个污水会排进来，污水会排进来，因为我们那个进口的那个沟底啊，就是跟地面一样高。那当时呢，你只要污水进来，你要的水量它一定会进来，可是水量大它就会跑过去，它进来的水量就是那开孔这么多，就是给那么多水。可是如果水少的时候，污水进来就是我们第一个接受。污水就不会再往下面流，因为污水的量如果少的话，那个整个开孔就全部进来了，那我们这条黎明沟就会去接到污水。所以这种现象呢，即使就是说日后都需要整个有系统的去检讨，盖了以后加盖了以后，到底这个箱涵的孔够不够排水量，这个通通都要检讨。不是说我盖下去以后，反正我就是没有看到鸵鸟心态，我鸵鸟把头埋到土里面去，反正你没有看到我，就表示我看不到你。这种就很奇怪的情形，所以只要整体再去检讨。我站在专业的立场，是很希望市政府的水利单位，他必须要取领头羊的这种这个角色来带头。虽然是自办的市地重划，但是也不能够完完全全把这个权力都放给了这个自办重划会。就像刚刚主持人特别讲的说，你不能以邻为壑嘛，对不对？以人为美。你看一个开发区，如果旁边有一条活水，你不认为它的房地产会涨价吗？这就是水岸第一排喽。对呀，很可惜嘛，对不对？也要做生意人，都要费点脑筋嘛。你想要赚人的钱，你嘛营造一个水的环境给人，对吧？那我想请问一下江先生，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看得到是黎明新村，它虽然是个40年前盖的社区，但是这个40年前规划跟设计对社区的这个愿景的想象，有没有旁边这些可以新开发的、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在这个社区，其实我们看高就是超过90岁的住户啊，他这边几乎是长寿村啊，超过65岁的比比皆是，所以这个是一个自给自足、一个
绿碧率很高的一个社区。绿碧率。相较我们现在新的从化区哈，虽然绿碧率可能到30几%、35%，可是它的生活机能是这个40年的社区历久不衰，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我们应该去思考，为什么40年前有这样的规划？我们现在新的从化区竟然是都几乎是产贫的，可是产贫之后，你所有的建设，你生活的机能，像你到七期，你要去做一个消费，其实部分七期的区块，它的生活机能是不好的。那我们来看这个黎明沟呢，这黎明沟呢，其实是我们黎明新村一个非常漂亮的一条水带。清水带，虽然说呢，这前后两端已经被填成了这个建地来盖房子了，但是这一段呢400公尺还是没有加盖的。那居民对它有非常多的想象和非常多的疼爱。我们先看一段新闻影片，了解一下。也已经系今年以来嘅天一拜，黎明社区居民大家统一清理黎明桥。因为修理遇到水生气味太多，影响水中含氧量同垃圾外污染水质，所以社区嘅意见良少，好少，居民拢为义务来听修。这黎明沟是我们从小成长的一个回忆啊。之前就是没有做这种清理的工作所以说造成这个水芙蓉啊，还有那个布袋莲还有那个水丁香它遍布整个那个水面，所以让这个整个生态都破坏掉。我们就带领这个我们的黎明新村的里民老少少来这边清。对太甲河嘅福禄顿郡流过来到南屯區安做黎明橋，是喺停定都市化嘅變遷。4公里嘅黎明橋，大部分已經檢定服務內改，一下400公尺嘅灘。喺2010年，黎明社區嘅里長3萬整時將保留落來，因為都冇簡單講究，所以一下居民都係意識到要好好來維護佢。也有人跟我說了說你們為什麼要勞動這里民這樣辛辛苦苦來做這個東西？應該是在外面那個卡頭機來開就好了我們自己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來把它維持，因為我們人自己來會照顧到這些生態嘛，像魚類如果卡头机来就全部完蛋了。我们把它清这个水沟之后呢，我们让黎明沟以后就一直维持下来不只说我们里民的一个福祉随时都可以来这边散步、观赏鱼类，各种的鱼类很多鱼类，还有那个鸟类，它就是水植物的那个生态。看到这趟黎明橋，拄好委託黎明新村同從化區東岸，水橋嘅一片係充滿商機同鬧熱嘅想象。水橋嘅一片係有點心同安然吃菜嘅傳統社區。一下社區居民3萬愛護呢條水橋，希望推廣社區生態旅遊，學會快快嘅從化區巡航，保留一啲當場莊下嘅天然景象。好。2010年的时候，这个黎明沟这400公尺的没有被加盖目前还是开盖状态被保留下来。当时候呢，就曾经这社区居民告诉我说，一场午后大雷阵雨这边开发区呢，就这边加盖嘛，就挖了这些土方因为下大雨关系就堵住了这个水流使得整个黎明沟呢就没有水了。水没办法从上游呢流下来，黎明沟就没有水了。就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哇，河里面的鱼每一个张的嘴巴快要死光了。结果黎明社区的这个乡亲呢，大家就去抢救那个鱼，一条一条抓起来，甚至他们觉得连田螺都不能放过，这样子已经台湾的乡野很难找得到的水生动物，连田螺都不能放过，一颗一颗田螺把它挖起来，要保护它们，保育它们。我想请问一下马大姐，这段故事听起来是让人觉得有点连田螺都要挖起来，可见你们对黎明沟的热爱了那等于说，你们现在对于这个黎明沟有什么样的想象没有？就说它目前这一段是没有被加盖，是开盖的。那你们觉得说，这样黎明沟跟黎明社区还能够怎么样去更紧密的联系？如果说黎明沟整个填平了，它当然第一个很可惜的是，它让台中一个很值得保存的一个生态水域就此消失。台中市有什么水域？梅川、柳川、立川、西川，
没有一条沟像黎明沟生态这么丰富，水质这么干净。哦，对，它好像每年都得到这个环保署、环保局这个水质的这个对监测优等奖哦。我们的水质多少 ？pH 7.2，是我们自来水的水质哦。自来水水质监测是7.2，那我们黎明沟的水质，我们做过 pH 检测是7.2，含氧量是6点多吧，也是都是非常好的。那我们的水从哪里来？我们的水从大甲溪经过丰原的葫芦墩进之后，然后才分为就是走水南之后到惠来溪。一直到我们这一段以前叫做圣王宫溪，有了黎明沟之后，它叫做黎明沟，是这样子而来的。然后再来进入了那个新庄子溪，到法子溪，再走出去大肚溪那边出海这样子。那所以从整个水域看下来，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水，我们都是处于在低洼的地方，所以刚才讲的是担心淹水的问题嘛，哈。那可是。相对的，这些水因为是大甲溪进来的水，所以它是非常干净。原则上，它已经没有任何的家庭废水会进来。刚才罗老师所讲到的那个废水的问题，是因为在上面的那个市政南路那边，它给我们的净水量叫做30公分的净水，30公分的生态净水量。那个30公分的生态净水量的时候呢，因为它是离地，它就是离地之后，上面有一个30公分之后加盖起来，所以所有的废水一旦进来，全部先从黎明沟进来。那很可惜的就是去年连续发生了2件事情，从星光三叶就是地下化的这一段里面，的一些建筑设备建筑的那个建筑工地，它直接洗那个水泥车的那个排放水，直接就是所有的水，因为它不会高过30公分嘛，所有的水全部走黎明沟。所以你看哦，是以前它如果没有加盖的话，大家还知道这边有一条干净的水沟，所以你可能要做一些什么家庭排污水啦，或者说做这些什么建筑的这些废水处理的时候，你还会注意到，它这边有条水沟哦。对。现在加盖之后，你就看不到它有一条水沟在这边了，你也不知道它水质到底怎么样，所以在处理上面也许就不是这么样谨慎小心了。是。好，谢谢。谢谢。那我也知道说，在社区里面其实看到这么丰富的生态，有鱼、有水草、有这个水鸟，甚至候鸟、留鸟，种种等等都有。要有雄心的作为这个生态教学带着小朋友来认识这样一条家乡的这个水给位陈先生，那得讲一下好吗？主持人好，黎明乡亲大家好。好。黎明街迄条个石头带个内桥啦，有清水流通。有黄的，有条的，有草，其保持原始风貌的景色。黎明桥老人民生活的息息相关啊！佮每日早晨头，无就尾暗的，很多民众来地方上散步，做体操，在快速航路运通，呼吸新鲜空气。佮好处当多好处当多，佮平常人呢也有民间单位如像个环保协会，在协商发挥，其实全部会来带人来参观协商。但唔会土记就去老了做计算嘛？迄其实都有把个摸清楚，挨到带个水沟变顺个几面啊，全部会刺痛的，会刺痛老去讲，你迄物个啦。个就咧，公家单位如像黎明不少佢每日学期嘅先生要分次带领嘅学生嚟做户外教育、户外教学户外教育，行嚟嚟看下嘅水中嘅生态，行過嘅水邊嘅景色，行嚟到呢就是講小朋友小學生來了解時，嚟到都要行埋去，然後佢生係要對水嘅做周邊嘅人種嘅樹嘅花。再講個青菜，有啲摸清楚嘅事喺個民眾要摸你喺麥嘅菜，你喺麥嘅花，我哋會詳細介紹俾佢，係其實看到一生氣，特別會來，你看下，係咪笑啊笑啊？大家身邊好朋友啊！陳爺爺說故事是最後嗰種嘅父愛搞，大家身邊好朋友啦，係我哋在想講，在一生氣啦，知道講黎明街實在係台中市一種難得咧，生態保育教育人氣啊所以希望
我希望讲大家吼好好的维护了宝贵的黎明桥，好给永久保存下去。好，谢谢。好，感谢。那江庆洲江规划师，黎明沟有条件变成一个很好的水生的生态环境教育区嘛？你看这位陈阿爸讲，哇，这个小朋友都会跟他变成好朋友啦。其实我跟廖里长是93年唐氏培训的第3届社区规划师啊。其实我们大概从社区规划的角度来看啊，不外乎是社区赋权，还有社区自主。其实从这几年我们看到黎明乡亲的投入啊，在台中市的整个社区营造的能量，我相信是数1数2。所以在此，我也鼓励台中市政府各个局处，其实要善用这样的社区资源。目前社区营造已经有一定的有一段的期间了，其实应该进展到所谓的行政协力了。市政府的各个局处应该要从它的行政的角度来协助黎明沟怎么样做一些城乡风貌的改造，让它变成一个社区邻里的一个亲水性比较好的一个自然的溪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是新的从化区或者黎明新村，这个可以创造树影，而且变成是一个我们可以来这边散散步休闲的一个好所在。好。那我想来请教现场的乡亲，说我看到我们这个黎明社区里面，现在有很多很可爱，你看这下面就有这个咖啡馆啦，有这个外地的乡亲来这边喝下午茶啦，这边也有面馆啊什么之类。其实这个地方来这边走一走，一整个假日的下午，其实还蛮舒服的哈。那不知道说是不是我们乡亲，好像这位大姐，是不是对于说我们的黎明社区，如果说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整体的规划，那再加上这样一个黎明沟，这样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自然丰富的环境的条件，你觉得说其实可以拿来做一些黎明社区未来可以做一个转型发展也好，或是多元发展的一个方向？大家好哈，嘿，你好，我教到量吼新万言的，我感觉量的环境啊以后，吼量的公园啊、绿地啊，怎一道，还嘛一道当有特色的点，吼，我感觉在黎明沟当舒适，临暗的时啊，你看那个日头啊，你落山啊，当江呢，我感觉量吼当适合推广迄个生态的观光安尼。生态旅游休闲的部分。所以这个搭配社区已经有的这些特色的这些小店啦，还按等一下阿爸还会做导览解说等等哈。那我想问一下罗教授，您在这边其实就是黎明社区的住民了哈。好，我们现在看到说，其实这个黎明沟它有不错的这个条件哈，起码我们看这个水生植物啦、水鸟啦、什么动植物都非常的丰富。那居民呢也觉得说，其实如果有这个乡土教学，我们也愿意做这导览志工啊，哈，甚至觉得说，搭配这社区的特色的这些小景点、小店来话，它其实有条件让黎明社区的发展可以更多元一点。可是里面有个隐忧，就是刚刚马大姐有提到，这上面这边的这个污水的处理啊，好像是会变成我们黎明沟水质，或者说将来的永续的发展经营的一个隐忧在那边。这条沟啊，事实上水大的时候就是怕会淹水，水小的时候呢，就会怕会水质不好。就像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一样。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用它最好的情形来达到它最大的效果？事实上，这个就是一些行政啦跟专业要特别相互去整合在一起才可以。那一条沟从中间坡过去，那边好像是一个城市的风貌，这边好像是一个乡村的风貌，就好像说都市里面有乡村，乡村里面有都市，这样不是很好吗？创造这两边都是很好的这种协调的景致，就像主持人讲的，里人为美嘛，对不对？你美我也美，大家通通美，我认为这样是最好。把一条沟变成一个活水，不要让它变成一个死水，甚至变成没有水。那整个那个滞洪池，其实我们常常讲说，到底是治还是蓄啊？你是要治还是要蓄？其实有很多专业上面都不同，那个专业完全都不同。是这个沟在那个下游的地方，其实它没有所谓的治，它只有蓄。可是你如果真的要蓄，一从这么大的一个面积来看，那个蓄洪量可以蓄多少？根本蓄不了多少。再像马小姐讲说，如果万一这个南侧沟把它封掉，就没有水，那个沟那个坑是要干什么用？
也许到时候把它填平又变成一块地了，那这样又变成一个其他的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好，谢谢。那除了说我们刚刚就有讲到说那些隐忧，也许行政部门不同跨部门的专业来合作之外，还有一个隐忧是这个自办市地重划，它的重划区是划到黎明沟的这一边，也就是说黎明沟是归于我们这个黎明自办市地重划第2单元这里面的。所以呢，当时候虽然是先抢救下了这400公尺，所以它前面后面都已经加盖，变成多了3公顷的建地，可以来贩售哦。那会不会有一天，黎明沟这段开盖400公尺也挡不住这个开发压力，也被自办重划会给加盖了呢？有可能吗？科长？我想。在目前法令是不允许的啦。在目前法令不允许，因为它已经透过都市计划变更，把这个黎明沟这个河段部分已经变更为所谓的排水用地哈。那是取得的公共设施用地，这是已经交给市政府的权管单位，也是水利局来做接管了。是，所以它目前这边的用地的地目已经是排水用地，土地使用分区是属于排水用地的。排水用地好，那里长真的是这样吗？我想应该科长应该回去再查一下资料哈。其中一段就是989之1那个地号哈，目前是治2，这个是住宅区第2类。对。刚刚里长所讲那个989之几这个地号，它是属于重划区外，不是重划区内。我这张有张图说，我等一下可以。不是科长，那个整个黎明沟是重划区范围里面。989之1就在黎明沟上面。现在是属于我们黎明沟已经打开的部分哦。我这边一张图很清楚，可以告诉你区内外的位置在哪边哦。这个我等一下可以告诉你哈。哦，是，所以等于说这个黎明沟，它目前如果说989之1是变更为住宅用地，应该这么讲，它如果是属于所谓重划区内的，它是属于排水沟用地，那都已经是交给水利局来做接管。那刚刚里长所讲的是属于重划区外的，还有部分是所谓的。也不是住宅，它目前是住宅区用地，可是现在是在黎明沟使用，确实有这样情形，不过是属于重划区外。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乡亲，好，这位大哥。有关解决黎明沟的问题，是不是请教科长，还有我们市府单位行政资源的部分？其实除了现在已经作为排水用地以外，还有包括它的下游，它还要排出去的，排出去从这个变成90公分的排水沟，甚至还要地下箱涵去，所以这都是一系列要去解决的状态。那么，为了使黎明沟的风华再现，让黎明新村不至于淹水，让整个台中市的都市计划不会像4年前曾国军局长讲的，重划区台中市每逢大雨，重划区必淹水。作为一个地政局的执行单位，竟然会叫重划区淹水，我打电话问他为什么？因为各区的排水各自为政，也没有排水计划，所以这些都可以是不是透过都市计划一个新政府产生以后？重新好好来检讨试过，那么事实上产生以后，除了刚才美化教学社会教育我们都知道以外，那个单元2这个地方也可以变成一个滞洪池。那么滞洪池后面的那些处理的排水的问题，也要到一并去作为解决了哈。所以等于说我们在讨论这边的这个水的这个管理的时候，事实上是要更全区域的来看，不能只是看我们黎明社区而已。它刚好也可以作为单元2的一个滞洪池。即使单元2我们前几年也抢救成功的案例，那个把旁边我们本来有那个广坚田跟那个儿童公园预定地，把它变更到龙潭里西边龙潭里土地公那边，还包括老树。那黄大哥，我们先问一下科长好不好？有没有可能办理这个通盘检讨，好不好？谢谢。那科长，这个区域的目前的自办市地重划这边的都市计划是民国70年代中期所做的。到现在已经有超过将近30年了。如果说每5年就要做一次通盘检讨的话，30年来他应该要做过6次了吧，对不对？那可以告诉我们吗？这边的通盘计划有做过吗？做过几次？那目前有可能因为这样子，不要再像那个你们前局长讲的，所有的重划区都在淹水全区域来看，我们做通盘检讨。台中市目前都计划通盘检讨做到第3次，所谓的3通。
好，那这个陆续在进行了。没有做的原因是什么？我想很多原因啦，包括人力、财力，等等，或者说要整合各方意见。5年有时候其实法规定5年，那5年来看是不是有它的一个定性也是必须考量的一个都市计划发展如果太快速的这个做变更也不是对整个都市计划发展未必是好的了那我们就这个部分来看是这个样子那其实除了通盘检讨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以办理的这个依据当然通盘检讨只是针对整个全市或是整个这个都市计划区域来做通盘检讨。那其实还有所谓的个案变更个案变更它可以是这个有没有恐急需求等等情势变更、环境变迁等相关的因素来做个案变更。这个个案变更可以由地主，也可以政府来随时来启动这个个案变革的一个方式也是一并跟大家做介绍。谢谢。好，那最后一个问题，科长，这个区域有解方吗？这个水一定要这样走90度角吗？有解方吗？我想一直为什么没有做？为什么一直没有做？其实就是没有获得共识嘛。所谓没有共识，是指说没有获得地政局、财政局、建设局、水利局以及自办重划会的共识吗？包括地主，包括我们黎明社区的。所以还包括我们黎明社区。当然。所以黎明社区的意见一定会被考虑进去。是的。好，那相信对于这个答案，好，谢谢。看起来呢，是可以政府跟这个自办的重建会，还有这当地的周边的居民是可以3赢的一个局面。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一个点，一个城市是有先来后到的。我们是不是把前面住在这边的先住民，原来住在这边的原住民，当作是我们的好邻居来看待？如果用这样的角度去思考这样一个区域的开发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去做到里人为美，大家可以共存共荣，而不是因为一个新的计划案、开发案进来，造成地方的冲突和紧张，大家生活永无宁日。我想这样的开发也不是刚刚我们所讲到3赢局面所乐意看到的。那今天的村民大会，谢谢大家参加，谢谢，谢谢。